王布落去哦，较早无石王卡斯布落去啦。听我讲，民国89年才开始做，当时咧做事大家真好奇，反正发土，俄罗斯布落去都银行都冇样啊，因做卡斯布落去，因他都样都填满，啊，交通一份发土好做，啊，当时我婆祖讲吼，推广啦，啊，都卡主题嘛，哦，伊个责任啦。都饲人野望咧，后看要过无安。伊做一开始师傅吼，乡亲听着怪怪，果然了好做了好开讲的反应啦。我听的时啊，感觉讲无卖是不是现实咧吼？有工作咧做，进度呢，初创进度。大概咱附近要讲石文卡重点，咱就做过啊。做了每过来是好好的好校长，家己自信信，大家感觉讲，卡苏。布落去真受欢迎咧，因好好的推广，但西主都搞都做布落去种卡数嘛真好。啊，讲做客委会成立啊，咖啡会成立了后，我感觉讲嘛冇歹，因为大家真多关心卡数文化的偏就吼，就什么因素啦，亲莫要甲伊授团啊、风范啦，都推广，布落去就好，所以化妆就热情爱去好好都。搞西主做布落去，用卡数啊，经费我做到俺就无管啦。每当俺就外头伊都改造，都做过啊。其实做嘛，感觉嘛无歹意思诶。石王卡数，那个电器，我晓讲卡数的状态吼，因题目个效果又无好，数字好咧，同每当规矩拢好啦推广，显示具体的事件好啊，得搞，无去卖。